大家好，我係素銘。外面風大，入嚟飲杯熱茶啦。當前面係萬丈深淵，後面又有猛獸追緊你嘅時候，你會點做？好多人會選擇聽天由命，但係今日素銘想同大家講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嘅成語——破釜沉舟。項羽以少勝多嘅傳奇。秦朝末年，秦國40萬大軍包圍咗趙國巨鹿，楚國將領項羽帶住幾萬兵馬去救援。幾萬對40萬，點睇都係送死。其他諸侯全部嚇到腳軟，只敢喺旁邊睇戲，冇人敢喐。但係項羽知道，如果唔打過對岸，天下就再冇翻身嘅機會。項羽下令全軍渡過漳水，上岸之後，佢落咗一個震驚所有人嘅命令，將所有渡河嘅船全部作沉。呢一刻，佢哋已經冇咗退路。船沉咗，代表所有人都唔可以再反轉頭，一定要拼死一戰。仲有將煮飯嘅鍋，即係釜，全部打爛，連食飯嘅家伙都唔要，每人只准帶3日乾糧。項羽用行動話俾士兵知，我哋一係贏，一係就死喺呢度。3日之內，一係打贏食敵人嘅糧，一係就全軍覆沒。呢種決心驚天動地。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冇得退，爆發出嚟嘅力量係好得人驚嘅。楚軍個個以一當十，經過9次血戰，喊殺聲震動天地。原本以為會輸嘅仗，結果竟然相反。項羽帶領楚軍竟然大敗40萬秦軍，創造咗歷史上最出名嘅以少勝多。過後，諸侯都跪喺地上迎接佢。呢個就係破釜沉舟嘅由來，比喻下定必死嘅決心，不顧一切堅持到底。有時候斬斷自己嘅退路，先至係最好嘅出路。因為冇退路，你先會發現自己有幾勁。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，茶亦都攤凍啦。如果聽完有啟發，希望你都能夠揾到前進嘅力量。祝你前程似錦，無畏無懼。我哋下次再會。